来就小的时候都带狗，然后来海边这样子玩。对啊。他退伍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？种山猪肉。脚放在沙子里面的时候。对啊。对啊，就是沙。我挖一个洞把你埋起来。啊。会不会等一下突然蹦出一只螃蟹在底部？抓起来烤掉啊！小螃蟹。我上次有抓到一只螃蟹。